从俄乌交换阵亡军人的遗体来看双方的阵亡人数。自从俄乌冲突以来，双方已经进行了5次阵亡军人遗体交换。据俄罗斯联邦公众院主权问题委员会主席卢戈夫3月28号透露，最近俄乌双方又进行了一次遗体交换。这次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909具乌方武装人员遗体，换回了48具俄军士兵遗体，交换比例高达1:21。罗戈夫指出，如此悬殊的比例直观体现了基辅政权武装力量的惨重损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10倍级差距的遗体交换了。去年年底，俄方也曾向乌方移交503具乌军的遗体，但是仅换回42具俄军的遗体。罗戈夫还真不是乱说的，因为根据公开的数据，俄罗斯总共归还了乌克兰大约3000多具遗体，而乌克兰只交回了200多具俄罗斯军人的遗体，比例差不多是1:14。如果这些数据都准确的话，确实交换比例都是在10倍以上。我们说仅依据遗体交换比例来推测双方的战场死亡比例，这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双方在战场上处理遗体的能力本身可能就不一样。俄方的处理，比如掩埋、焚烧的数量可能会多一些，但遗体交换比例也能大致上说明谁的战场死亡人数更多。俄乌双方政府提供的阵亡人数数据，实事求是讲都是不可信的。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考虑到对民众会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战争的各方都不会在战争当中如实公布自己的伤亡人数。作为一国领导人，宁愿背负说谎的骂名，也不愿意看到本国民众在战争当中心理崩溃。第三方提供的数据反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采纳第三方的数据的时候咱们就采用亲近乌方组织提供的乌方伤亡数据和敌视俄方组织提供的俄方伤亡数据。可能这样做更有助于观察乌方提供的数据。一个名为战争之泪的亲乌第三方公益寻人网站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参考。这个网站旨在帮助寻找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役但失联的人员。由于其公益性质没有受到西方的关停或者是控制，因此能够提供相对客观的乌军损失数据。截止到2025年2月5号，这个网站收集到的乌军阵亡者名单共有67200多人，被俘人员有16000多名。泽连斯基在去年12月8号曾经声称，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乌军阵亡人数只有43000人，这个显然打了太多的马虎眼。实际上，俄方总参谋长在本月宣称，仅在库尔斯克的双方交战当中，乌军损失就超过了6.7万人。咱们采用反俄组织的数据这样的话有助于防止俄罗斯使用虚假数据。Mediation 是一个反对俄罗斯现政权的组织，与 BBC 俄语分部合作，共同收集俄军阵亡的名单。它采用的数据得到了美国战争研究所以及众多机构的认可，成为西方国家接受程度比较高的俄军阵亡信息来源。Mediation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2月3号，俄罗斯在冲突当中的总死亡人数是91000多人。因此，即使采用亲乌方组织的数据和反俄方组织的数据，俄乌双方的战场死亡比例也达到了7:1。所以俄乌双方遗体交换比例超过10倍，大致上还是反映了双方伤亡的比例关系。据此观察，即使刨除溜号失踪的人员，乌方死亡人数也可能是在50万人以上。但愿美乌俄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真正停止战场上的人间悲剧。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飞评论，下一期再见。